经营进口食品已经40档的公司，其中因为台湾人对日本品质的认同，特别是对食品安全的严格要求，所以该店6、7成以上拢是日本货。面对8号中央宣布日本福岛等5县市的食品解禁，已经当开放进口。业者表示，根据伊的观察，近尾10档来，其实民众过去嘛未看产地来源，对日本的接受度就是真悬。加上产品不断换新，目前敢若日本货都有3000种，所以日后就是配合贸易商大量进口，类似过去热销的巧克力卷、罐头加泡面等等，让民众自由选择。这样子的情况下增加选择性也是不错的啦，因为消费者自己有选择的权利啊。对啊，他们如果有疑虑的话，就在观察看看啊。其实如果是没有疑虑的商品先开放我觉得是可行的。做食品这个，其实台湾跟日本贸易这么久了，日本的食品其实应该疑虑是对台湾人会比较小了，对啊，因为其实已经使用这么多年了。对啊，那你现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各国都没有在阻挡这种核食品了。如果台湾再继续阻挡下去，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意义。觉得还好呢，会购买的还是会去购买它。你会特别看标示吗？会啊，还是会稍微注意一下。政府它把关的好的话，应该就没有问题。面对地方乐观其成，其实市长吴伟贴伫中央宣布福岛5县市的食品解禁，会当开放进口的第一时间，面对媒体询问，嘛表示就事论事，尊重专业。因为伫严格检验机制之下，针对的不是倒一个所在食物，而是到辐射物，相信中央有能力把关。我们针对的是辐射食物，而不是这个福岛食物。所以说，过去在禁止5县市的这个食品进口的那些年来，其实我们都检测的机制都还在。现在如果让这5县市的食品进来，其实我们检测机制只会更严，不会更松。所以是针对的是食物有没有辐射物，而不是说哪些地方来的食物。而且全世界只有台湾跟中国大陆2个地方是禁止那5县市的食物的。现在所有日本产品背后一定拢有标示产地来源，所以民众日后若有顾虑，嘛会当依照标示来选择。但新闻管制何长芳采访报道。